邊啦，着緊呢個咧係韓國咧性價比超高嘅一個品牌，叫做 Maroon 5啦。因為佢喺韓國咧連續2年咧攞咗呢個打底保暖嘅內衣冠軍，超保暖嘅防寒纖維啦，入邊用咗 Heattech 嘅技術啦，令到我哋咧身體咧長期保持暖粒粒㗎。平時咧出到去外地，特別喺日本啊、韓國呢咁凍嘅地方去旅行嘅時候咧，你入到室內咧，其實都會想着翻呢啲保暖啲嘅衫㗎嘛。呢一件咧就可以同平時嘅底衫完全唔同，除咗一件可以代替幾件打底衫之外咧，佢仲可以非常之好襯啦，加埋咧佢個質地咧係超級豐富彈性，加大碼嘅女仔啊，咁你都可以着得到嘅。而且咧佢個質地咧係非常之軟熟啦，好絲滑啦，着出嚟係真係好正嘅。個彈性係非常之高啦，即使咧你嘅出汗啦，平時咧你真係萬一你整濕咗呢件打底衫咧，其實佢都係非常之透氣啦，同埋非常之快乾㗎。頭先我試着嗰個咧就係短版嚟嘅，咁所以咧你見到着啲高腰嘢咧都 OK， 咁同埋個領口會大啲。咁另外咧穩陣派仲有呢一隻㗎，呢個咧就係 basic 嘅長衫新款，除咗長袖嘅打底衫之外咧，其實佢仲有出打底褲㗎。而家咧好興一啲布褲，好似我而家着緊呢啲啦，咁就闊腳嘅，仲要行起路上嚟咧好容易滲風啊，或者會感覺到寒。呢條打底褲咧係非常之好，佢係好貼啦，好薄啦，咁你着咗上腳咧係唔會覺得有臃腫，唔會俾人知道你着多咗條褲喺入邊，但係反而咧係超級保暖咯。因為特別係女仔啦，手腳真係好容易冰凍啦，咁佢呢個咧連隻腳都可以幫你保護埋啦，我覺得真係好正啊！